来乡亲若要过年咯，袂少人会到超商来寄送着包裹礼品，所以这段时间超商是无用试查，那包裹的量真大，现金嘛加真多。高雄有一间超商，讲钱去互偷摕去。 店长在清点现金的时阵，发现减3万块，报警来处理。警方是调这个监视器，原来是监守自盗，偷摕钱的就是超商家己的员工。伊咧整理包裹的时阵，用纸箱仔做暗号，甲钱偷偷啊藏落家己的落地啊。 为监视器画面，看到一个女店员在整理货物。一开始，伊顾落来拍开金库，这时一位金库内底提出一沓现金，用箱仔暗藏伊的动作，了后放入去物流箱仔内底，搬入办公室。在过程趁机会将现金放入去家己的落地啊。事后店长点现金的时阵，发现减3万，报警处理。这间超商伫高雄的小港区，辖区警方昨接到通报，展开调查，查出这个偷摕钱的人，就是超商的员工。是刚任职满1个月的女性员工，起喵处嘎布袋，利用整理物流包裹时，将金库内的现金窃取。犯案的女员工洪问话时阵讲，家己欠小欠10万，无钱纳利息，才会临时犯案。最后，洪依照业务侵占罪送到高雄地检署侦办。是讲特别过年啊，不少民众都会透过超商寄包裹给亲戚朋友。如果远的话会寄，这个也特别方便，因为不用再跑邮局啊。所以最近超商的包裹量拢真大，相对收的现金也会变多。想要到女店员就来起歹心。提起店家过年过时生意好，钱财嘛爱收获好势，必要的时卖当请警方斗3共保护，才袂互歹徒有做歹的机会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